歡迎大家嚟到 Music Pantry 音樂吹水間，我哋係大家嘅主持高立同埋微塵。Hello，咁我哋係一個專門講粵語流行曲嘅頻道，同大家吹下水，講下香港嘅流行曲嘅。今次要講嘅題目咧就係關於今年本地樂壇就嚟派嘅第二張成績表啦。講緊咧就係 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24至25年。咁趁住頒獎典禮嘅前夕咧，我哋就簡單預測一下某啲重要獎項嘅賽果啦。今年移師到啟德體藝館舉行嘅 Chill Club 頒獎禮咧，就繼續採用4大 genre， 即係流行歌曲、搖滾歌曲、節奏藍調歌曲同埋跳唱歌曲呢啲嘅音樂風格作為歌曲獎項嗰個基礎嘅。呢種分類或者獎項嘅形式咧，係大會引以為傲嘅。點解呢？因為可以藉住呢個4大 genre 嘅分類啦，令到呢個頒獎禮同其他樂壇頒獎禮個分別就比較明顯咯。另外啦，大會都繼續邀請由本地同埋海外音樂人組成嘅評審團呢，就透過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如此類推嘅波達計數法 （Border Count），從所有入圍嘅歌曲裏邊，喺每種音樂曲風裏邊呢，就順序投選自己最中意嘅5首歌曲。咁每種音樂風格綜合嘅投票得分最高嗰首就會獲頒呢個音樂第一歌曲獎啦。咁我覺得評審制咧係值得鼓勵嘅，亦都係超級有別於其他頒獎禮嘅一個特點啦。因為樂迷投票咧都係鬥 fans 多啫嘛。咁而大家睇下啦，全世界好多樂壇嘅頒獎禮咧都係採用評審制嘅，例如台灣嘅金曲獎就係啦。咁只係香港就比較特別。因為香港以往嗰啲評審制咧都係失敗收場㗎啦，可以話嚇。點解失敗呢？其實係因為主辦單位唔夠透明。例如咧，某個台嘅音統處啦嚇，連邊個最後投票都唔知嘅，咁大家自然就會覺得黑箱作業啦，咁就冇咗公信力啦。但係今次超級嘅評審制唔同喎，佢全部嘅評審都係有名有姓、有江湖地位，唔少仲係外國知名嘅音樂人添。而計分嘅方法，頭先微塵講到啦，就係好清晰嘅，咁都係令人有信心嘅。今年唱片公司或者歌手喺報名競逐邊個音樂曲風嘅歌曲獎嗰陣時咧，似乎就多咗啲走位走線嘅情況喎。呢啲其實我哋以前都估計會出現嘅，即係上一兩年嘅時候都估，慢慢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呢？果然真係呢個情況出現咗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以前係大戶嘅流行歌曲嗰個 genre 啦嚇。今年個數目雖然仲係4個 genre 裏邊最多嘅，即係數目上，但係其他 genre 嘅歌咧，嗰個數量都慢慢增加緊咁嘅。有網民咧又問今年係咪每類 genre 每類曲風都係得一個獎㗎咋？定係仲好似舊年咁，即係每個曲風結果就頒咗3個獎項？佢哋稱為排名唔分先後㗎，即係總之有3個獎俾你啦咁樣。咁但係舊年嗰做法咧就即係似乎俾人有啲分豬肉嘅感覺啦。我都覺得咧，即係每個即係曲風咧有3首入選歌曲咧，真係太多啦。4個類別喎，3首喎，即係12首喎，仲多過叱咤10大或者係10大金曲喎。好彩今年取消咗樂迷投票嘅每個曲風嘅嗰個樂迷投票獎啫，否則有評審有樂迷投票，觀眾又睇得一頭霧水，而且12首歌再加4首，雖然有啲可能重疊啦，但係都10幾首歌都減少咗個競爭嘅意味咯，我覺得。所以今次嘅改變咧，我覺得係啱嘅。講到咁耐啦，我哋而家就假設每一類曲風只係頒一個獎，而嚟一個少少嘅預測先啦。咁流行歌曲咧就好大機會係林家謙嘅《普度眾生》啦。咁搖滾歌曲咧就可能係陳健安嘅《戀愛腦之死》。節奏藍調歌曲咧就會係 Kiri.T 嘅《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咁當然啦，黑玻璃都有啲潛力啦，係有啲潛質去挑戰呢首歌啦。咁跳唱歌曲咧就好大機會係盧瀚霆嘅《希希 OK》。我覺得跳唱嗰個曲盧瀚霆就走唔甩㗎啦。咁至於今年由現場觀眾從4大曲風各最後5強，即係加埋20首候選歌嘅名單裏邊去投票而揀出嘅人人樂壇年度歌曲大獎咧，就好大機會係姜濤嘅《好得太過分》同呢個 Anson Lo 嘅《希希 OK》之爭啦。跟住我係想講下由出席歌手從嗰相同嘅20首候選歌曲裏邊所揀出嘅 Chill Club 歌手推介歌曲大獎，其實個賽果就比較難去估計嘅。點解呢？
嗱，可能有啲自己公司嘅歌手會互相投票啦，你投俾我，我投俾你咁樣樣啦，或者係自己公司嘅歌手集中票源啦，冇煩啦，集中票源俾某個自己人又得嘅喎，甚至有啲歌手唔想煩啦，亦都好中意自己首歌嘅喎，可以咁就直接投翻俾自己都得噶嘛。咁所以呢個賽果就比較難去估咯，只可以話人多咧就好辦事。呢個歌手推介歌曲大獎咧，有啲似業界嘅投票嘅。咁呢個令我諗起咧日本嘅奧斯卡頒獎禮，佢即係電影嘅頒獎禮啦。因為大型嘅電影公司咧係手握好多公司票咧，所以爭獎咧就比較着數嘅。咁所以歷嚟咧喺日本奧斯卡入邊咧好少獨立電影咧係贏到大獎嘅。咁今次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咧？咁我唔知。咁另外咧亦都有機會好似香港電影金像獎業界投票啊嘛。咁於是咧人物關係較好嘅或者係江湖地位較高嗰啲咧，可能就比較着數啦。嗱，歌手獎項咧喺今年就總共分咗8個類別嘅。舊年咧，我諗大家都記得啦嚇。當大家仲以為喺每個類別會細分金銀銅3個獎嘅時候咧，即係冇人會估到原來每個類別最後只係頒1個獎喎。咁我哋就假設今年仍然即係大會仍然係咁樣嘅安排，只係頒1個獎啦嚇。咁而嚟一個賽前嘅分析啦，年度男歌手咧就好大可能係姜濤同埋盧瀚霆再次交鋒啦。睇睇嗱，如果超級有人覺得啦係叱咤嘅一個，你可以話一個平衡啊，或者一個補償嘅話咧，咁因為姜濤喺叱咤咧攞咗最男啊嘛，咁超級咧就好大機會俾 Anson Lo 噶咯喎。咁就到時睇下點樣。咁年度女歌手啦，咁喺5強裏邊咧就可能 Jennie 啦、陳蕾啦同埋 Jace 咧就有較大機會嘅。點解咁講咧？首先 Jennie 就拎咗叱咤女金啦，咁即係到而家4月為止都仲有一定嗰個氣勢喺度嘅。至於呢個獎咧，年度女歌手呢個獎對陳蕾嚟講咧，或者就係反映佢嘅人氣能夠升翻幾多嘅一個指標咯，所以對佢嚟講一個好重要嘅獎嚟嘅。跟住啦 Jace 咧，舊年個整體表現其實都有目共睹咯。咁如果佢攞呢個獎咧，大部分人都唔會覺得意外啊。好啦，年度組合啦就 Mirror 啦，年度樂隊咧都好大機會係 Dear Jane 嘅。咁去到年度唱作歌手咯，林家謙咧同埋 Ian 都算係勢均力敵嘅。嗱，林家謙咧始終交出咗一首能夠普度眾生嘅作品啦嚇。Ian 咧就有叱咤唱作人金獎嘅加持。J 風咧就失落咗叱咤唱作人金獎啦。咁跟住而家嚟到4月咯，其實有幾多人真係願意趁住呢一次嘅機會投佢一票，推佢去攞獎？即係希望佢嗰邊失去咗個獎，呢度攞翻個唱作人獎呢？咁其實好難講嘅。嗱，跟住年度新人男歌手、年度新人女歌手同埋年度新人組合呢，我哋就唔多講啦。至於現場觀眾從呢個年度歌手獎各個歌手獎項嘅最後5強，即係加埋40個候選單位裏邊所揀出嘅人人樂壇年度歌手大獎得主呢，相信唔係姜濤呢，就係 Anson Lo 盧瀚霆噶啦。最後咧就想講下有啲 gimmick 成分嘅現場最佳衣着獎。咁出席嘅歌手咧就會先以 catwalk 登場啦，然後咧就出席嘅歌手佢哋會互相投票睇下邊個攞獎嘅噃。咁初步估計咧 Tyson Yoshi 就因為冇歌曲入圍啦，咁就未能出席嘅。呢個獎比較熱門人選就可能係 Serrini 啦、湯令山隻 Gareth T 啦、魏浚笙 Jeffrey、阿 Jace 或者 Sika 嘅。不過大家留意翻，如果某個人咧有出席，而佢又用男和師嘅造型出場咧，咁成個戰況可就更加混亂啦。好最後我哋嚟個總結啦。嗱，今年咧超級咧唔再設即係每個係曲風嘅樂迷投票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因為咧以前咧實在太過架床疊屋啦。咁但係今年咧又加翻啲咩現場觀眾投票嘅年度歌手同埋歌曲，又有歌手互選嘅歌曲咧，又令到個賽制咧都仲係好複雜嘅。嗱，其實我覺得你簡簡單單分兩類，歌曲就全部評審投票，歌手咧就全部樂迷投票。我唔理你係現場又好，網上投又好啦嚇，咁大家就唔會搞到一頭霧水啦嚇。咁我自己點睇咧？就係話，到底今年呢個頒獎禮會唔會成為某啲網民口中所講嘅公司週年晚宴呢？咁其實個答案好快就會揭曉噶啦。好啦，咁呢個咧係我哋嘅睇法啫，咁唔知係咪大家都認同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當然最緊要訂閱我哋嘅頻道啦。